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外賣。这两天央视新闻被网友骂下架了一条视频。这个视频是什么视频呢？威力这麼大，扔出去就遭到了網友的這個群嘲有點像，對吧？這個某一個對什麼吸毒犯罪記錄隱藏的那麼一個事件差不多遭到群嘲。你說央視趕這個點發一個視頻，一樣的下場一模一樣，遭到這個網友的這個圍觀，各種議論，實在受不了，下架了。那這是什麼一條視頻呢？是美團的一條正能量廣告，講述的是一個幹平面設計的女孩厭倦了2點一線的生活，所以她有一天她就辭職。世界這麼大，我要去看一看。這個年年都有類似這樣的描述這樣的事情。白領女孩辭職去大理送外賣。你說在這個當下，咱們天天口乾舌燥的，對吧？一遍又一遍的講要保工作，網友找不到工作，網友擔心失業，1200多萬大學生畢業就失業，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你看這個白領女孩很輕飄飄的就辭職去大理送外賣，這本身就有點這個叫什麼倒放天罡是吧？逆風飛揚，你說氣人吧？網友更相信是他找不到工作跑去送外賣，對吧？這個符合邏輯結果他是不想工作，工作累無聊，最主要是無聊2點一線，這不是矯情嗎？我們現實生活中送外賣開網約車，那都是那些被裁的是吧？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最後的這個港灣呢。然後這個視頻說在送外賣的時候還一邊欣賞沿途風景，一邊練習攝影，體驗生活來了。我不說了大家還是看視頻吧。先說一下，請問328號訂單好了嗎？好了，來，謝謝。今天第幾單了？第30單了。我叫阿蘭，一個在大理送外賣的女騎手。我原來的工作是做平面設計，喜歡攝影，夢想成為一名攝影師。原來的生活2點一線，這不是我想要的。後來我來到雲南，才發現我的人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打開。有人叫我數字遊民，有人說我是在打工度假，要我說就是換個地方上班。您好，您到了。送外賣帶給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隨時欣賞沿途風景的工作，還有一個能隨時切換的身份，讓我感覺離夢想能更近一點。嗨，能不能幫我拍張照？對，我叫。當然，這些工作也會遇到一些小孩。你好，您的外賣到了。好在有站點同事們的支持。這是一個該新到的一些裝備。謝謝站長，讓我能安心送達每一份熱乎飯。你好，您訂的鮮花到了。你好，您的藥到了。好的，謝謝。你好，你的美團。當外賣騎手的3個月，我買了台新相機，我想用它捕捉那些闖入眼睛的瞬間，而這些瞬間也日漸豐盈起來。那一刻，我有了個念頭，把送外賣這段時間捕捉的瞬間分享出來。還有這個，確實不能。對，你看這張照片，這是一個阿姨。431號，謝謝。現在的我更清楚地知道，人生不只有一種打開方式，而這就是我找到的答案。我嚮往的美好生活，我派送着，也收到了。你說這個視頻拍的遭到網友的這個群嘲也是預料之中你說這是體驗生活先不說有沒有時間去欣賞沿途風景，外賣員都喜歡攝影，這一點倒沒有錯因為放在門口的外賣要給顧客拍照。實際上
欣賞這個風景，那一般的都是晚上，對吧？送完最後一單了，回家，对吧？沿途的風景有可能啊，看一看这個繁華的都市啊，很多地方燈火璀璨，騎在這個電瓶車上，看不到哪一盞燈啊是屬於自己的，這就是風景。劇中的這個女主啊，花3個月送外賣賺的錢，買了一台1萬多的相機，拍了很多照片，並且舉辦了個人影展。這個聽上去也很浪漫啊，很勵志，很美好。這個體驗生活啊，這不是送外賣，對吧？這也不是找不到工作，這簡直是乾隆下江南啊，對吧？我們反過來說啊，你就這樣的人，你就不應該去送外賣，外賣已經很卷了，你也跑去卷，何必呢？讓那些有需要的人，对吧？為生活奔波，為家裡的這個負擔啊，還在勞碌的這些人，把這機會留給他們，你這就沒必要去添那個亂呢，這不叫添亂嗎？放過外賣吧。有網友說啊，這個不是外賣員，這是外賣演員，這是在演他們想象的外賣生活，脫離了群眾啊。整個視頻講的是外賣員，卻跟外賣員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這個恐怕啊是這個做平面設計的或者做廣告的啊，在寫字樓裡面喝着星巴克咖啡，吃着外賣憋出來的這麼一條文案，對吧？想象自己啊送外賣的勵志片，自我感動，先感動自己嘛，然後再感動領導，最後還拍出來了啊，發在了央視新聞，一下火了。我覺得啊，作为一個拿着月薪幾千塊錢的這個小編呢，策劃呀、文案，沒有生活經驗的，沒有什麼社會閱歷的，寫出這麼一條啊本子啊腳本，能理解啊。但是啊，領導把它拍出來，這個就有問題。最重要的是，央視居然把它播出來，那這才是更大的問題。這個是美團啊自我吹噓的、自我宣傳的一個廣告片，美團居然大言不慚的拍這樣的宣傳片，難道我們忘了這個叫什麼困在算法裡面的外賣騎手了嗎？現實情況是，外賣騎手爭分奪秒，每一個紅燈都要闖，否則對吧，他就沒辦法在指定時間送到，就要被扣錢。網上有很多外賣騎手第1個月幹那個收入都是負的，因為他比如說押金啊，服裝押金、什麼車押金、帽子押金，一大堆的押金要扣，完了之後這個還有全勤什麼扣款，什麼這個你沒送到，還顧客投訴都要扣款呢。很多外賣騎手啊，第1個月幹收入都是負的，這個別人不知道，美團的領導你應該知道啊，你這不是拉仇恨嗎？對吧？美團的領導應該看到很多外賣員都是背着小孩送外賣啊，有的是孕婦啊，挺着個大肚子送外賣啊，難道都是為了體驗生活嗎？那小孩睡在那個外賣箱裡面，這個視頻網上到處都是啊，有的把小孩鎖在那個電瓶車上，害怕他丟了。你外賣員給這個樓上的客戶送單的時候，他把孩子就鎖在那個車上，沒有一個外賣員不闖紅燈不搶的，對吧？這路上橫衝直撞的都是外賣員。小區裡面他們在幹什麼？為什麼要爭分奪秒？被算法困住了，然後拍出這麼一個浪漫的、溫情的，對吧？勵志的，想忽悠誰呢？這個央視也是啊，據我所知，央視現在收入也不行啊，對吧？央視那些小編能不能工資按時發出來，都要打個問號啊。央視也有外包，對吧？外包團隊啊，日子過得怎麼樣？這個我不說央視了，我說這個各個省衛視、縣一級電視台、地市級電視台都在關門啊。他們也應該知道，這很多主持人現在在送外賣，這個大家在網上查一下啊。受到自媒體啊、短視頻的衝擊啊，這些電視台的收入啊大幅下降，最主要沒有收視率，沒有人看，他就沒有廣告，沒有廣告收入，那這個電視台的收入純靠上面撥款能管多少呢？只能發點固定工資，對吧？連電視台都要帶貨啊，直播帶貨賣東西啊，那這些電視台很多人都已經下崗了，都在送外賣。難道你們不知道外賣到底什麼樣嗎？對吧？所以這些電視台的領導啊，難道心裡沒有數嗎？辭職送外賣，顯得好像還有選擇，顯得牛馬韭菜還有選擇的餘地啊。媒體啊，本該是為群眾說話，但現在都是在替群眾說話呢，啥話都讓他說了，對吧？根本不管韭菜牛馬的實際情況，也不管啊這些牛馬韭菜啊有多心酸啊。大家都知道啊，在外漂泊的人呢，不管在外面混得好還是不好，一般的啊給家裡都是報喜不報憂啊。家裡一打電話問怎麼樣啊，都說還好，實際上吃了上頓沒下頓。你看這個央視啊，把咱們也當成家人了，報喜不報憂啊。經濟穩中向好，就業率整體穩定，對吧？我們過得好不好，純粹看他們的想象力。只要他們的想象力足夠豐富啊，我們就過得足夠的好。現在真正啊關心底層群眾的媒體啊，反而是那些自媒體。什麼叫這個塔西佗陷阱？就是你說什麼大家都不相信。現在啊，有沒有發現這個塔西佗陷阱現象啊
越來越嚴重。無論你說什麼大事小事，大家都要嘲讽，就說明啊，這種現象越來越严峻了。什麼原因造成的呢？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不久的浙江宣传，对吧？说这個月薪3000與國家大事有關啊，國有難什麼招必至，別管你月薪幾千，也是遭到全網的唇嘲，對吧？簡單點說，就是吃飯的時候不叫我，買單的時候要我上，要跟我 A。我們的媒體啊，習慣了這種叫奮鬥敘事，習慣了這種叫美化災難、美化苦難，習慣了善事當喜事辦，不會別的敘事。所以啊，在這個當下這種信息比較發達，自媒體啊這個異常活躍的情況下，還採取這種敘事就炸鍋了。道理比較簡單啊，以前這個紙媒體、電視媒體時代啊，它是單向的宣傳、輸出、灌輸，就是往你腦子裡灌，你什麼反應？你苦不堪言，你不習慣，你不喜歡，你吃不下、喝不下這碗心靈雞湯，別人不知道啊，牛馬之間也不知道啊，因為你想啊，它是單向灌輸啊，所以不管它什麼敘事啊，你都得聽。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自媒體時代，這個牛馬韭菜之間，對吧？觀眾之間也互動起來，觀眾跟這個媒體之間也互動起來，所以這個時候你還搞這種啊奮鬥敘事啊，美化苦難、美化災難，在那兒對戰爭啊進行浪漫化，你看看，對吧？動不動要對島國開戰，對什麼斯里蘭卡開戰，很多人啊完全不知道打仗意味着什麼。你看看這個俄烏戰爭多殘忍呢，對吧？這個視頻每天在網上到處都是，這個時候你還美化戰爭，對戰爭進行浪漫化，美化苦難，對吧？牛馬韭菜他們之間，他們看了這個的感受會形成共振，對吧？他們反過來還會跟媒體，對吧？反向輸出，所以央視受不了，他就只好下架。以前沒這事啊，以前因為你想反向輸出輸不了啊，你寫信給他，他叫人民來信，那都是3個月以後的事了。所以說啊，就這一套把戲啊玩不下去了。有的時候你一看，你感覺這個叫啼笑皆非啊，你能感受到這種啊宣傳機構的這個腐朽，有點像那個啊騎着馬背着弓啊拿着劍對付這個洋槍洋炮的感覺，已經過時了。正好網上啊還有一個視頻，講的是什麼呢？講的是有一個又是個美女啊，她要體驗，對吧？從杭州到上海不帶1分錢，一路靠人幫忙，要走到上海，徒步到上海，這也叫體驗生活。大家看視頻啊。小美女你好，你好，我是徒步從杭州到上海的，然後這一路上邊所有的這個吃跟住的問題都得自己解決，我能請您幫個忙嗎？謝謝啊。你們那些有錢人還來體驗生活，一頓飯錢都捨不得給。不是捨不得，是不讓花，就是一堂體驗課。我們是把多拿錢有回來的，要飯的，不是你們這種有錢人哈，你們有錢人是體驗生活的哈，我們就沒得飯的。不是體驗，我們是有回來的。行，謝謝，謝謝。我們就幫助。沒事，大姐，沒事啊，沒事啊。還是這個開飯店的這個大姐啊，教育的好啊，對吧？你體驗生活可以，這是你的自由，你就別煩別人了，大家都不容易。你這個叫吃飽了沒事幹，撐的，對吧？人家是謀生活，不要去打擾別人。人家願意幫忙是幫那些真正的，對吧？需要幫助的人，真的是沒吃了上頓沒下頓，他沒錢吃，窮人不是這種，對吧？你來體驗生活，你體驗生活也可以啊。你體驗完了之後，你買單，就是你要為你這個體驗的本身付費，沒毛病，對吧？你老想白嫖這種體驗，所以總有那麼一些人啊，吃飽了沒事幹。這種體驗從個人來說是可以的啊，你願意體驗可以啊。那你是不是妨礙到別人了？你為你的體驗要買單，這個體驗本身啊，也就是說你吃飯可以不給錢，但是你為你的體驗付費，那付出的錢應該比這個吃飯本身的錢要多得多才對啊。你一碗麵條10塊錢，你為了體驗，人家給你一碗麵條不收你的錢，那你為這個你要付出100。這個世界啊，這個三觀不同啊，這個毀三觀的事情太多。這個網上各種爭吵，對吧？各派左派右派，什麼公知左棍，什麼愛國正能量，包括央視啊，包括媒體，說來說去就是三觀不同啊，搞出來這些自我感動，這種所謂的啊心靈雞湯啊，這叫毒雞湯。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權威，對吧？這個就是叫世界觀不同。你站在良知一邊，他站在隱者一邊，這是價值觀不同，對吧？你崇尚正義，你支持烏克蘭反抗侵略，他崇拜權威，對吧？他向往
土大地，這就是世界觀不同。你努力啊，是為了過上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是為了做人上人，壓人一等呢，這個叫人生觀不同。當你不好意思拒絕別人的時候啊，你應該想一想，他為什麼好意思為難你？我們要克服的是我們的虛榮心，是我們的炫耀欲，我們要對付的是大家時刻想要出風頭的小聰明。為什麼我們總是被騙？因為啊，我們的很多需求只有騙子才能滿足。但美团啊，把一个外卖员描绘得如此浪漫，如此勵志，美团想掩蓋什麼呢？對吧？當央視宣傳這樣的一個外賣員生活，央視又是想掩蓋什麼呢？無非是想告訴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或者被裁的，在這個冬天啊失業的，不要着急，還有一份更浪漫的工作等着你。這份工作，人家寧願辭職都要從事這份工作。你這個被裁了再來做這個工作，那是你賺了，對吧？你都拿到了賠償金，然後再從事這份工作，別人是要辭職來的。所以說啊，你贏了又贏麻了，你又是人生贏家呀。這種虛假敘事啊，這種情緒穩定啊，這種苦中作樂，在十幾年前是可以的啊，這種宣傳。但是現在人人手中都有一個顯微鏡啊，人人手中都有一個放大鏡，人人都能洞察一切的時候，你還在搞這一套，那就是滑稽可笑。正好今天啊，紅星新聞呢，他刊登一篇報道，講的就是外賣發生在前不久的，對吧？這個3家平台的外賣大戰到底是什麼個結局？紅星新聞說啊，外賣大戰沒有真正贏家。外賣大戰6個月燒掉近800億，外賣大戰在夏天燃至頂點，參與其中的3巨頭卻在這個冬天迎來了寒意刺骨的業績數字。紅星資本局注意到，近日京東、阿里巴巴、美團相繼發布3季報，交出外賣大戰下的第2份成績單。美團迎來上市以來最大幅度虧損，阿里巴巴經營利潤同比下降85%，京東歸屬普通股東淨利潤同比下降55%，3平台的銷售費用大增，大部分都燒進了外賣戰場。加上2季度數據對比去年同期利潤進行估算，這半年3平台總共少賺了近800億元。這場外賣大戰的影響複雜，3平台都產生了增長與虧損並存的局面，難以說清楚到底誰是贏家。被平台視作衝當前鋒的咖啡和茶飲品牌似乎也沒有吃到外賣大戰的紅利，陷入兩難局面。誰贏家呢？胡錫進老師是贏家，對吧？花了2塊錢吃了2個鴨頭4個雞翅。這個所謂的外賣大戰啊，沒有贏家，商家也叫苦不迭，苦不堪言。那就是送外賣的外賣小哥，那3個月恐怕生意好一點，賺錢多一些，僅此而已。3個平台啊，通過這個3個月啊大戰，所謂的增長那是虛的，所謂的虧損那是實打實的。它增長的就是用戶數和下單數，這些都是補貼補出來的。你這補貼一取消，胡錫進老師啊，他馬上就不點外賣了。但是在這個外賣平台那兒，胡錫進老師是一個新用戶，這是他的成績。但是這個用戶有什麼用呢？對平台來說啊，除了薅毛、薅羊毛啊，不會給平台帶來什麼實際利潤。所以這個平台的虧損那是實打實的。11月28日，美團發布2025年3季報，至此外賣大戰3巨頭京東、阿里巴巴和美團均已交出外賣大戰下的第2份成績單。外賣大戰最為激烈的階段是夏天的7、8月，當時消費者沉浸在零元購和滿18減18的狂歡中，騎手們迎來爆單時刻，日入上千元。美團、餓了麼和京東不斷拋出創新高的戰報，然而看似多贏的局面，其背後的代價在3季報中顯露無遺。先來看美團這個外賣市場上的老大哥，近3年來首次季度虧損。3季度美團經調整後淨虧達160億元，去年同期為盈利128億元。你看啊，去年是盈利的，今年是虧，這也是美團上市以來最大幅度季度虧損。阿里巴巴2026年財年的第2季度業績顯示，其歸屬普通股股東淨利潤209億，同比下降52%，經營利潤53億，同比下降85%。在3季度減少投入的情況下，京東歸屬普通股股東的淨利潤為53億元，同比下降55%。虧損和經營利潤大跌，主要是因為銷售費用大增。紅星資本局注意到，本季度3巨頭的銷售及營銷開支增長幾乎翻倍，美團由此前的180億增至343億元，同比增長90.9%。阿里巴巴銷售和市場費用665億元，上年同期是325億元，同比增長105%。京東營銷開支
本季度增長211億元，同比增長111%。上述增长的費用大部分都燒進了外賣戰場。美團稱，由於業務發展以及為應對外賣行業的激烈競爭而不斷調整的業務策略，導致推廣、廣告、用戶激勵和開支增加。阿里巴巴和京東雖沒有明確提到投入外賣競爭，但在財報中表示對用戶體驗的投資、新業務投入增加，加上二季度數據對比去年同期利潤進行估算，這半年三巨頭總共少賺800億元。這個所謂的外賣大戰本質上就是一地雞毛啊，什麼也沒改變。改變什麼了？那個商家在廁所裡做餐杜絕了嗎？對吧？以次充好杜絕了嗎？外賣的這個衛生情況，對吧？那弊病一個都没少。通過這次燒錢大戰，啥也沒解決。這個該說不說啊，這種競爭啊，都是確實是低質量競爭啊，卷到極致。如果讓消費者能夠得益也是好事，但是啊，消費者得益也就那3個月補貼，3個月一過，你該吃什麼還是吃什麼。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咱們的所謂的互聯網公司、平台公司能幹的是什麼呢？一個是高利貸啊，这個誰都不能免俗，只要誰手上有點用戶的，就想放高利貸，這個咱就不說了啊。第二個什麼呢？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對吧？前幾年準備捲這個社區賣菜的，準備把菜市場捲黃，也就是他們喜歡降維打擊啊，利用手中的平台優勢，對吧？數據優勢、算法優勢，他要捲那些開小店的、開菜市場的，也不像有的國家，對吧？人家是往上捲，我有了錢，我有了用戶，我有了这個算法，有了技術，人家是往上捲，咱們這平台是拿着你的優勢捲下面，讓別人破產無路可走。這就是我們的這個互聯網企業、科技企業喜歡幹的事情啊。第三個是什麼呢？第三個就是騙，對吧？把騙發揮到極致，無論是平台自身，對吧？利用大數據殺熟，還是平台縱容商家行騙，賣那偽劣假冒，都是平台幹的。那這個騙從哪兒來的呢？就是從央視來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中梁不正倒下來。因為我們習慣了這種虛假敘事啊，騙一集騙一集啊，一個騙一個。本來送外賣是無奈的選擇，是走投無路，被他們一宣傳，原来還這麼浪漫。這個外賣平台啊，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宣傳一次，有人送外賣，對吧？年入50萬，年入30萬，送外賣3年存了100萬，都是這種啊。他隔一段時間就來宣傳一次。為什麼呢？無非就是配合主流啊，說你現在活得不好，你現在難是你自己造成的，對吧？你看人家送外賣3年能賺100萬，你為什麼不問一問自己有沒有努力？你努力了嗎？所以你不能怨社會。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